台湾律师唐德宗是228的受难者，伊从世人拢是咧为台湾人来争取公平甲正义，最后是以叛乱罪互人枪决。今仔日文化部甲国家人权博物馆是来举办纪录片《找找唐德宗》的特映会，希望讲这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都爱继续行落去。我认为伊一世人一直拢咧找伊家己的身世。 很想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1947年，伫咧发出一句台湾人万载了后，做过警察、律师的唐德宗，就互军法以叛乱的罪名枪决。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唐德宗的过去，导演吴明正和连正辉做伙完成《找找唐德宗》这部纪录片。拜三，文化部和国家人权博物馆共同举办特映会，邀请侪人来看电影。228啦，也是讲纪录片，拢是较严肃、较悲伤的故事。不过，这个纪录片，我想足侪人看过，拢感觉讲，伊哪会有笑声，啊嘛有7、8岁，是一个足感动的纪录片。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我们的历史的备忘录。咱知影过去发生什么代志啊，可能会使用这个态度甲方式，会使面对咱以后要看要安怎做咱的选择。 这部纪录片唔但邀请唐德宗的养子唐崇武和后代来讲英国发生的代志，导演嘛去日本拜访唐德宗的亲情，做伙甲历史的碎片拢斗起来，互大家看到无共面向的唐德宗。也那国家人权委员会是表示，台湾伫咧转型正义，也有真侪代志爱做，未来继续用无共形式来深化人权教育。人权会嘛有一个任务是爱做人权教育，嘛希望讲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下日来。 做伙吼，8、9年级审计以后吼，比如讲拿安尼电影继续落去的时阵，我想就是台湾后续应该要做的。目前找找唐德宗这部纪录片，伫全台湾各大电影院拢看得到。纪录片团队希望观众会当做伙来认捌唐德宗的生命故事，嘛希望伊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人权会当正早照往未来的光。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